嗱，我哋而家睇另一個積啦，1119尺東方國都呢個 C 單位，呢個單位一定要留意，佢有條件可以改到3房，而家現時係2房2廁，從來都冇諗過一個問題就係現時你2房係夠住，但係你冇考慮過日後你有需要到3房，呢個單位完美解決晒你所有嘅問題。主人房轉頭俾你睇一睇個單邊位，嗱，先睇睇個廚房空間先。嗱，咁個牌子都唔差㗎，送翻個 Miele 嘅焗爐。交樓標準非常之好啊！咁生活陽台1119尺，咁我哋望一望個2房2廁先。嗱，呢度就房間，嗱個房間一啲都唔細嘅，你可以睇到嘅。咁望埋後邊嘅客廁，嗱就係呢一個主人房啦。你可以見到呢個曲尺大單邊。成個東方國都你要揾到一個單邊2房咧，就睇呢一間。日後有機會嘅話，可以改翻個3房1廁，絕對冇問題。咁我哋去望埋呢個廁所，你見到有個窗。鏡頭前嘅你，對於呢個東方國都 C 單位，日後可以有機會改到3房1119尺，不妨喺後台點擊個頭像，留低聯絡方式，升級睇豪宅，奧斯卡地產。再見。